安怎免烦恼，免出去佚佗的时阵，就伫咧厝诶做运动，嘛足欢喜。先欢迎咱阿辉教练阿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花教练。哇，看到水水的阿辉，阿辉教练，咱就知影今仔日吼要来运动，要来流汗，对吧？咱咧讲啦，出去佚佗，看山看水，心情嘛会水。但是若是袂用出去佚佗的时阵，伫厝诶安尼运动。跳这有氧是嘛心情好，当然嘛会使啊，是吼，系啊，等下我就来教你几招好无？好啊，今仔日家的动作敢会足困难诶？袂啦，咱就是安尼慢慢啊做，愈来愈熟啊。好啊，慢慢练就对啊。对啊。好，第一步，好，等下第一步足简单诶，双手叉腰，正边一步，倒边一步，有简单无？有，无甲你骗哦。好，来，咱来切竿。正手倒手，好，刷来挽伸头，挽山呀，挽山呀。好，后一个动作，头前前前后后，开开合合，开开合合，开开合，摇卡层。哦，咱这条歌是足欢喜的哦。好，安尼连续，安尼有简单无？有简单啊。刷来上难的要来啊。好啊，来哦，正边就好啊，麻花步。好，一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差不多就安尼啊。这个动作真正爱细腻哦。时大你若是无细腻的时阵，可能爱拍角会跌倒。对。好，所以咧做这个动作的时阵爱注意，就是咱吼空间爱有够。无毋对。第二个就是若真正对袂着，是毋是嘛安尼？哦，你若是真正对袂着，你会使行2步。安尼有较安全无？有呢。好，安尼就是讲吼，时大你会用家己调整啦。对啊。好，安尼我准备好啊，你准备好啊未 ？OK 啊。好，安尼老师 music。好，双手就好啊，先数开一个，套开，好来准备，拍开，正边一步，倒边一步，来正骹，倒骹，对，双手向头前右里摆。即马拢足简单的哦。对，咱先对音乐，双手头前后壁，拍正拍压迫按，4个、3个，正边切竿，切竿，很好。嘛，亲像咧大头章，嘿嘿对，较大练的，上尾4个、3个，正手挽山呀。挽身头，挽内吊。若是会使甲咱的手也较悬的，手也较悬的都袂有迄个50肩，无毋对。上尾8个来，7，嘿，上尾4个、3个，正骹头前后壁来，2摆，摇骹床来笑眯眯哦，头前后壁。笑眯眯来摇骹床摇咧，够2摆哦。有对调无话啊你笑，哈哈哈哈。够1摆来，双手就好啊，嘿，正边一步，倒边一步，双手头前后壁。即摆有感觉愈来愈喘无？还 OK， 双手也悬，有顺。上尾4个，正边2步过去，爱注意哦。很好。敢有对着？有，爱注意空间哦。好，上尾一抓，麻花正边行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对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2抓，加油！上尾1摆，踢骹床来，双手向头前，敢有踢到骹床？有。安尼骹床过才会翘对无？对啊，才会水哦。双手向悬顶来扭来。对，正骹一步，倒骹一摆，上尾8个，好4个，倒手拍出去摇骹床，